米其林来到台南呢，其实是对我们餐饮界来讲，也是我们观光产业的一大盛事啊。因为所有的民众他来到台南哦，他可以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亮点的选择。所以就这个过去有在新的业者的一个互动，以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以及我们跟观光局请教的一些可能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我们整理成一个简报，透过我们这个说明，它可以做一些准备。那这是开始并不是结束，我们还会继续陆陆续续办一些活动，甚至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活动的办理，增加我们的在地的好的业者的一些能见度，让我们的这个米其林的这些评审们可以看到它，那让秘密客来到台南的时候，我们的业者也有信心，也做好准备，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有很多相关业者都是走在那个刚好要传承，就是要交给第2代或第3代要接棒。那他们需要的就是很充足的那个资讯。我们很高兴，那个国际级的美食指标米其林终于来到我们台南府城。台南府城本来就是我们台湾一个美食之都。那我相信米其林能够选中我们台南，第一个是我们市政府的努力。当然，我们业界一定都是很期待。我们希望可以把台南的饮食版图、饮食美学，不仅是吃得好、吃得健康，富过3代懂吃穿，更能够走向国际的平台。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今天是要来让我们台南市的美食如何能够更获得进一步的这个认证其实台南美食之都这不需要我讲大家每家各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家店门口都是大排长龙、高朋满座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公认的没有争议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还是要讲。那与其我们知道自己是美食之都，但是我们台南怎么样子做得更激进？就像是我们考试有一份那个秘籍宝典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米其林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子符合这个规则能够既维持我们的风味特色，又能够维持能够符合米其林的这个部分。所以在管理上、在食材上、在健康上、在种种的烹调方式，甚至在摆盘上，都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各位交流，希望说大家能够让台南的美食更让世界知道，所以恳请很期待明年这个刚刚我们郭局长讲这米其林的红色手册里面有很多家台南的名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3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打算要开征囤房税，其中继承的问题伫议会引起讨论。最后由议员蔡玉辉等人提议将继承的部分修正为因为共有甲继承处伫2户以内税率调降为1.5%。议员认为继承并不是炒房，无应该连带受处罚。最后提案通过，将伫111年7月1号正式实施。市府为了抑制炒房，提出台南市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修正草案。日前，台南市会政党协商嘛提出修正版本，不过因为在税局认为新版本抑制炒房的开力无够，将搁再甲议会沟通。不过30号伫议会第3届第6次定期会第3读会当中，议员蔡玉辉相当不满，认为市府无尊重政党协商，批评做法恶质，在税局中并无责任。财政税局长事后发布新闻，袂输咧甲咱政党协商打脸，命令房税要调整。其实我交杨忠诚议员去参加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开会结论就是安尼，全部拢市政府人，无一个要讲百姓话。调整了后，
你若防水挂到歹点会用的时，你防水甲轻较济咧。张局长、市长，恁这个做法恶质，管他计小金，你们防水比你们调，你个调我济咧。所以你一点点啊，你协商了跟你灭完，防水拢你咧控制。大家干部局也好，财政税务局也好，地政局也好，对一个团队拢你推一个人咧。你用安尼啦，明年防水甲轻较济咧，啥物大防不过。讲歹听咧 ，LLP 明年甲调济咧。会中议员蔡辉进一步联下创专5类招定跨党派议员提出修正动议，认为房屋税率共有甲因为继承处理应到2户以内，却1.5%等等。会中议员纷纷针对该案的修法建议，要求爱看房价甲自杀，临时看户数，而且市府加税用途甲抑制房价效果，嘛互议员相当积极。台南市政府包含特别是包含财税局可能要认真思考，我们目前这种以房屋户数的计算标准是不是允当？这个在日后如果再修法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思考。户数这个东西牵涉说这个房子有大有小，我纯粹只看户数的大小课税，跟我们会期待的，它可能是豪宅，可能是比较没有价值的这个房子等等，应该是要用房屋的价值去看，用财产、用资产税额去看比较有道理。我希望说，将来你们在修法说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而不是单纯的只看所谓的户数。即摆台南市这么贵，迄拢是囤房啊，囤房结构啊，你今仔要加税，你的用意是什么嘛？第一点是要打房嘛。那如果不是打房的话，这税金扣起来，当然是反正在审查预算的时阵，我有专款专用嘛。你爱看老人年金，只有台南市65岁，爱算交健保费用，主要是来健保费用嘛。主要这一次提出这个对于非自用住宅的一个修法案其实并不是非自用住宅，就是一处超过第2间嘛。不计啦，超过第2间。为了健全房市善用社会资源，最后台南市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修正草案，伫多数议员的支持，依照政党协商的版本3读通过，将对111年7月1号开始实施。台南新闻阮及林根采访报道。距离12月18号的公投愈来愈近。市区四界拢会当看到宣传的看板以及参选人的广告，不过有一寡是违规设立的，警方无依法处理，搁设立电子顺签，所以议员柯友林提案要求公权力爱介入。对此，议会决议要求市府年底进前，只要违规的全部拆除。市长嘛表示，如果拆除的经费不足，将动用第2预备金。现在公投的宣传真正是热切切，议员柯林表示，市区四界看到的看板，不管伫人行道、伫电火条，还是踩伫路边，不过市府针对这违法的选举广告物，不但无任何的处理，甚至根据媒体报道，也有警方设立电子顺签单，让伊相当不满。议员正式伫议会提案，要求依法拆除，先予市容经济美观。这个广告看板上面有所谓的这个电子行签单，在这个地方。那我想，公投已经日近，市内街道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主张公投立场的看板设立在人行道上，或者互挂在电杆或交通号志杆上。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做法。那我认为我们政府的公权力应该要伸张，对不对？能够让市容美观。那避免外界对公权力不彰的一个机轰，就说市长，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要求做所谓的处理？就是我在这边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认为警察既然已经知道了，包括议员您提到了我们内部检讨，而且我个人也觉得，就针对特定的一些看板，就放那个巡逻站或巡逻单，我觉得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会内部检讨。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他去放的巡逻站，他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违法看板了，要不要自行通报？没有，如果说因为
处理区公所或者各单位应该要自行通报。我们会内部去通报，包括警察、包括志工、包括环保、包括其他。如果看到一些违规的看板，或者是一些违规的招租广告啦，这些广告我们都会通报。那特别是这个公投案在12月18日，我们不会针对只有针对一项特殊的。议会除了具体要求各区公所甲权责单位应该全面清查公投主张的违规情形甲违治，嘛要求教育局伫年底进前全面拆除，公权力全面顶当。对此，市长黄伟天嘛回应，只要违规就是拆除，经费不足的部分将动用第二预备金。拆除经费今年度还有多少钱？今年到现在，我们580万，现在大概已经花了300万。还有多少？拆除经费现在还有多少了？现在还剩下280万。那280万，如果在今年全部将台南市现在德隆爱，咱针对德隆爱有一些是 TI， 我们就不予暂缓处理。针对德隆爱部分呢，阻止的啦哈，搭建的违章34区的话。在年底以前，可不可以完成整个清除完毕？我目前大概已经排了600多件，可不可以全部清除完毕？大概因为量很大了，可能全部是有困难，但是我们大概至少现在有排定的大概有600件。那市长的预备金还有没有？报告，如果处理能量可以的话，我们用预备金来支应。好，那就请台南市政府在12月31日以前，将台南市所有违规广告、木质搭设的广告品一次清除完毕啊。教育局表示，依照公务人员选举竞选广告物的使用规则以及违规看板管理规则等相关的规定，目前已经排定600外位违规的看板进行拆除。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立法委员陈庭辉甲议员陈义珍为伫青年路城隍庙边仔联合市民上담室正式启用。较特别的是，邀请到国宝级的画师颜定发亲手画制海报看板。另外，针对公投，立委甲议员嘛结合传统的碰饼来宣传死的无同意。为着要甲过去服务处来做出分别，跳出政治传统的模式。立法委员陈庭辉甲台南市议员陈义珍伫咧青年路的城隍庙前来成立停飞仪征市民相谈室，伊嘛会当透过结合文化创意来继续服务台南的市民朋友。有一个服务的据点，有一个不一样的据点哦。那其实也寻寻觅觅了很久，那终于在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党菜前边啊，有一个小巧可爱的点呢，所以我们就把它打造完成哦。那在今天正式跟大家见面。那因为公投12月18快到了，所以我们也特别借用今天的活动来呼吁大家哈，用这个碰饼来呼吁大家12月18号一定要投下4个不同意，让台湾更有利。那也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青年路140号我们的市民相谈室呢，有任何需要的服务地方都可以来到这边，我们都会全力的协助大家。这摆服务处的扛棒特别邀请到国宝级的老师严正发来替立委甲议员来绘制扛棒，并透过缩时列印的方式来记录一笔一枚的创作过程。另外，伫现场阁有发送应有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的碰饼，来甲民众宣传伫咧12月18号一定要行出来公投，用咱的票来守护台湾。那大家要知道说，碰饼在台南是很好的伴手礼，它代表的是祝福。那我们希望说可以祝福我们这一次12月18号的公投4个不同意可以顺利过关，这是祝福。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古早时阵吼，人家说吃3个碰饼吼，就等于吃1只麻油鸡，所以代表这个它就是未来饼，未来饼就是咱的补补。标示我们希望大家集气为台湾来补一补，让我们能够让台湾的力量更充足吼。所以咱希望借着大家力量，甲咱台湾补一下。要安怎补？就是用咱市长无同意的公投票来甲台湾补一下，让台湾更靠未来，让台湾有未来、有竞争力。那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在这块土地好卡去。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因为疫情加上岁末圣诞的气氛，爱在东区下咧活动，历年来邀请优秀的学生做伙用餐。今年改做圣诞下晚点点，30号梁友辉甲议员陈信凯以及一个赞助的企业，拢踊跃出席，场面热闹温馨。伫梁友会演务主席陈顺良手中所举办的爱在东区系列活动，到达已经17档，相当难能可贵。今年受疫情影响，虽然无办餐会宴请优秀学生，不过伫梁友会号召各领域的爱心企业游玩小厅，30号伫议员陈信凯服务处特意发送奖助学金，予东区150位特殊处境学生。鼓励因无因为家庭环境努力向上的精神，用教育来改变困境。区的关怀的这个系列活动呢，已经延续到今年是第17年。那当然就是非常感谢呢，我们所有的良友会的成员，还有我们这些社会对于关心我们学子的这个学业，还有他未来的发展的这些社会的善心人士呢。每一年呢，都有你们的相助，你们的帮忙，让我们这个活动呢才可以一直延续。在这边呢，仅代表呢良友会呢，来感谢各位，也希望各位能够一年一年的继续支持，让我们未来的国家的主人翁都可以在我们的相助之下呢，让他们有很好的发展，有很好的前途。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你们学业能够一年比一年的进步。因为学习是阶段性的，你们小学的阶段打好基础，到了国中要更加的努力。没有好的基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后如果学业进步，以后出社会成功了，也要秉持过去我们参加这个活动来回馈给社会，这是我你们最大的期许。教育跟知识是唯一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咱一定要认真读册，连刚出社会呢，嘛使想咱遮各行各业企业家呢吼，继续来回馈咱的社会。咱想讲，因的这种精神，咱爱继续来延续落来。所以呢，咱借由这个活动来鼓励大家。那么也期许呢，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呢，将来把我们的所学能够贡献回来咱的社会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代志，一直来到延续落去。今年伫疫情稳定控制以后，各大企业热情的响应，嘛互爱心客满议员服务处，同时因应岁末圣诞欢乐气氛，嘛请学生拢写下5望吊挂伫圣诞树，希望心想事成。结下温馨的点灯仪式，正式为所有师生来祈福，场面相当盛大热闹。台南新闻顾问及林英根采访报道。西港区东点拿保安宫的牛犁歌阵是西港乡口重要的歌阵之一。近年来，因为人口老化，当地囡仔佫较少，出现失传的危机，所以庄内师傅就积极找找隔壁庄有意愿来学牛犁歌阵的小朋友，希望会当传承这项100年技艺。来到西港区的西南里东点拿保安宫，会当看到师傅跳着牛犁歌阵的步伐。最近几档因为人口的少子化，庄内敢若剩18户。大部分嘛拢以中辈为主，造成成立超过100档的牛犁歌阵，可能会有无人通传承的失传危机。恁东顶啊，保安宫，阮这个牛犁歌阵，阮这重点，阮是以传承为目的啦吼。因为这种技艺已经渐渐要消失去，伫这个庄口所在，大概是用农渔的那个休闲时间再去训练啦吼。以早是安尼，毋过即摆时间拢较无共尔。即摆拢就是一寡同学啦，小朋友咧训练，你拢利用那个课余的时间加强训练，也把我们这个传统技艺把它传承下去，就是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困扰啦，小朋友难找也很多啦，这个方面都需要大家来共同克服。庄内因为人数较少的关系，所以会透过甲隔壁庄内互相合作，
那有兴趣，互囡仔来学习传统技艺，父母会当送囡仔来遮学习，对传统技艺保持着积极传承的心态，希望会当保钓顶头内底少数的文定艺术。文化部文化局真重视这个文化旧的我这慢慢叫无去，所以伫这105年的时阵把列入无形文化资产啦。所以这个时阵阮感觉讲，阮的负担煞愈来愈重啦，因为你要配合这个文化，毋茫叫无去，要叫囡仔来学，叫老师，这是一个真辛苦的工程啦。所以足侪工课拢是爱文化节来甲斗配合啦，较有迄个会让我一直传承落去。伫2015年时阵，东镇南保安宫牛岭歌亭成为台南市政府无形文化资产。并配合着学校佮附近的庙宇，甚至是当地区公所来演出，会当互大家有机会当见识西牛岭歌亭。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2022台南市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将于12月4号开始登场，市府即摆总共规划3场亲子的活动，邀请银河古音、海波，也有苹果剧团。带来趣味的表演，邀请大小朋友12月4号、5号以及11号整3天，做伙前往感受欢乐的气氛。大人有跨年暗会，通好暗困庆祝。对着要早困的亲子家庭，台南市政府也会照顾到。为了让亲子家庭一个健康欢乐的元旦跨年活动，市府新闻处这次总共办理3场亲子活动。第一场将在12月4日在中亚艺文中心登场。自从我担任市长之后呢，我们每一年的耶诞跨年活动都不会忘记我们麻豆。那所以在这边已经举办第3年了哈。那就是说在12月4号的时候，我们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请到许许多多的好的这个表演团体一起来。那我们也要有这个小小警察体验营，有警用哈雷汽车展示，所以不仅是耶诞跨年的欢乐气氛，还有一些维护治安的社会教育。好，那我们请来了苹果剧团，也请来了海波儿童剧团，许许多的优质的表演团体一起来为我们跨年耶诞活动来揭开序幕。12月4日在中亚艺文中心表演的团队是银河古音剧团再来趣味小丑表演。12月5日在南纺梦时代是由海波剧团再来大型玩偶剧，以及12月11在小龙文化园区由苹果剧团再来精彩表演。活动的安排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共度欢乐时光。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非常的感谢。感谢你收看11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